本影片新增多聲道配音，大家可以喺右下角設定嘅圖案選擇你中意嘅聲線嚟睇雞髀嘅影片㗎。請注意，本影片又有感情嘅真人配音，並有粗俗用語，不是為兒童而設。喺影片開始之前，多謝以上嘅金主鼓勵同支持，大家記得按下訂閱，先唔會錯過之後關於黐卡娃或者捉 bear 嘅資訊。故事一開始，驚到賴晒屎嘅茅槍可樂餅見到個乞衣兜裝住啲狗糧，好似幾好味，就諗不如去乞衣兜度攞飯食啦。正所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就舉起槍頭叫隻大狗咪喐，而家打劫。大狗就食緊狗糧咁樣望住可樂餅，都唔知佢想做乜嘢。茅槍可樂餅就係咁喺度大嗌唔好喐啊，刀劍冇眼噶。趁大狗熬晒底嗰陣，茅槍可樂餅一嘢就立咗一大紮狗糧，轉身就即刻跑走咗。其他可樂餅個樣就不停喺佢嘅腦海入邊閃過，一路就向住可樂餅貧民窟嘅方向跑過去。茅槍可樂餅終於安全返到可樂餅貧民窟，跑到成身汗嘅茅槍可樂餅，原來係為咗就嚟瓜老襯嘅長老可樂餅，先至冒呢個生命危險去攞啲狗糧返嚟俾佢食。長老可樂餅食咗啖狗糧之後，成個人突然之間閃咗一嘢，之後不停大叫 Good taste, good taste。原來啲狗糧入邊有偉哥嘅成分，食到長老個人即刻精神翻晒，其他可樂餅就即刻高歌唱佢哋嗰首可樂餅主題曲圍爐取暖。冇事嘅長老可樂餅即刻坐翻上去王座上面，開始一個加冕嘅儀式。見到茅槍可樂餅咁叻仔，長老即刻賜翻一個拼多多買翻嚟嘅皇冠俾佢。大狗見到自己個乞衣兜俾粒薯仔偷走咗唔少嘅狗糧，佢冇嬲不特止，仲喺度諗緊佢哋食嘢嗰陣開心嗰個樣，仲擔心佢哋可能唔夠食，直接攞咗一包大嘅狗糧，向住可樂餅逃走嘅方向進發。畫面一轉，茅槍可樂餅已經成為咗可樂餅一族嘅2025年最受歡迎王者。佢救咗長老之後，每個人都好崇拜佢，日日幫佢擦鞋、抬棺材、唱歌。突然之間，有個類似狗鼻嘅物體塞咗入去可樂餅貧民窟個入口度，嚇到茅槍可樂餅大嗌：死緊啦！唔通係隻衰狗返嚟報仇？大狗睇嚟已經揾到可樂餅嘅巢穴，仲聽到入邊傳出好多悲壯嘅慘叫聲。佢就喺度諗，唔通佢哋真係唔夠食，喺度打大交搶狗糧？大狗就一嘢企起身，將成包狗糧都倒晒入去貧民窟個入口度。啲狗糧就好似海嘯咁樣湧入去個巢穴入邊，一嘢就將茅槍可樂餅連埋佢張王座一齊衝走。茅槍可樂餅不停大嗌：玩得完啦，大家快啲走啊！巢穴入邊不停傳出悲壯嘅慘叫聲，大狗就喺度心諗，唔通入邊真係有成萬隻可樂餅？睇嚟佢哋真係唔夠食喎。最後啲狗糧多到封住咗可樂餅巢穴個入口。總結一下今篇故事同個人見解。今篇故事主要講述茅槍可樂餅嘅由來，而茅槍可樂餅點解咁受其他可樂餅嘅尊重，係因為佢可以做到人做唔到嘅嘢，又做得非常之啱。嗰啲通常都係奶奶地嘅嘢，邊個做就邊個死，而且要好有勇氣咁樣去做。正所謂咩人就會睇到啲咩世界出嚟。大狗心地善良，俾人偷走咗自己啲狗糧嗰陣，佢第一個反應唔係講粗口，捉埋可樂餅一邊喺度打，反而喺度擔心佢係咪餓咗好多日冇飯食。相信每個人做嘢心入邊都有佢嘅打算，而且係有理所當然、天經地道嘅原因。客觀啲睇係冇絕對嘅對與錯，主要喺唔犯法嘅情況之下，如果唔係損失太大嘅話，不如諗下佢可能有其他嘅苦衷或者理由。正如心地善良嘅人都會睇到呢個世界係有美好嘅一面。粵語版嘅捉 bear 茅槍可樂餅篇解說就係咁多啦。歡迎大家喺下邊 comment 留低對呢一篇嘅睇法啊！中意嘅可以俾個心心同埋訂閱呢一個 channel 支持一下，仲有記得 share 俾更多中意黐卡哇或者捉 bear 嘅朋友睇啊！最後送上茅槍可樂餅篇主題曲俾大家欣賞。歪む世界で正義を貫く老人のため山越え谷越え命をかける物語毒の日が
が道を塞ぐ影の牙に背中を刺す。それらも心燃える灯火、勇気の炎誰にも止められない。やり転げ走れ空まで飛べ、手に握る手の具材未来を変える。涙も笑顔も背負いながら大地の声が君を呼ぶ。心優しいね空まで飛べ、手に握る街路草に未来を変える。涙む敵の愛で包みに、友情の力で道を開く。苦しみ悲しみ風に散る、それでも信じる明日がある。槍を高く掲げ進む影を破り、夢の向こう側掴みに行け。やり転げ走れ風を追い越せ、涙を拭いて星をつかめ。希望の鐘が響き渡る時、君の物語始まりを告げる。